嘅消息咧，咁來自於俄羅斯咧咁一個咧幾大型咧嘅襲擊。咁今次嘅襲擊咧係攻擊咗俄羅斯呢一個好重要嘅核彈基地呢嘅工廠。咁呢個工廠咧就係我哋講去攻擊俄羅斯咧其中一款，例如我哋講阿爾斯呢一款咧嘅彈道飛彈。咁當然係一種咧我哋講嘅核攻擊嘅一個飛彈之一啦。另一種咧 Bolivar 就係我哋講布拉雅呢一隻咧係來自潛艇發射嘅核彈。咁兩款都係屬於俄羅斯咧最大級別咧嘅核彈攻擊。咁但係咧呢兩個專做呢兩種核彈嘅導彈嘅基地，咁呢種嘅工廠咧今次咧受到烏克蘭咧嘅襲擊。咁今次咧直圖咧有呢個嘅開源嘅衛星圖像咧，可以俾我哋睇到呢個損失。似乎咧都打得幾硬下嘅。呢個嘅衛星圖像咧，來自於咧前日2月21號晚間，烏克蘭當時發動嘅攻擊。打擊呢個地方，事實同烏克蘭咧就相距咧係超過1500公里咁遠嘅一個地方嚟㗎。即係講緊咧一個咧好遠嘅追擊距離。而今次咧證實咗攻擊嘅咧係來自 FP5 嘅呢一款。你話佢係飛彈或者你話佢係一架迷你嘅飛機，都合適嘅。透過咧衛星圖像確認啦，能夠睇到呢個嘅飛彈嘅設施嘅受損嘅情況，能夠咧做一啲嘅評估啦。我哋可以從呢一啲嘅圖像去分析，就亦都即係有唔同嘅圖像，現時咧有唔同嘅解像度。話到俾大家睇現時嗰個嘅受損嘅情況咧，去到邊一度啦？飛彈嘅部隊同埋炮兵嘅部隊咧，你話今次去使用 FP5 5.5呢種我哋叫做火烈鳥，或者廣東話咧，我哋比較中意嗌做紅殼啦。呢一款嘅巡航飛彈咧，對於今次打呢個嘅沃德金斯克市裏面一間嘅國防企業。中咗彈之後咧，相信就即刻起火㗎。你話最終佢起火爆炸，然之後個損壞有幾強呢？其實你能夠從另外一個角度，即包括來自 NASA 一種嘅科技叫做 FIRMS， 能夠睇到例如話嗰個溫度嘅變化。如果我哋講由太空咧衛星嘅角度去睇地面咧，溫度嘅變化通常咧，我哋講最直觀嘅就係有冇火燭呢件事。如果你有個火燭，就明顯同附近嘅溫度顯示一個強烈嘅反差，就好明顯會見到一邊就超紅，一邊咧就好凍嘅顏色。咁你就會睇得到嗰個火災呢個問題。所以呢個 NASA 嘅 FIRMS 咧，你話原先係攞嚟去針對一啲山火或者啲火災嘅建設啦。但係亦都能夠適用於咧，我哋講例如話用武器去打擊一個地區，然之後佢嘅破壞嘅情況你從個災場嘅面積，你就能夠睇到咧嗰個破壞嘅程度去到幾大。所以咧，如果透過 FIRMS 嘅報告咧，其實你都大概會估計得到。今次去打擊呢個沃特金斯克嘅企業究竟係對呢個導彈嘅設施咧打擊咧有幾大？當然啦，我哋暫時咧就仍然要有待咧等啲專家咧去報告翻。今次咧究竟對呢個車間、對呢個設施呢個破壞咧大到一個咩嘅點？但係明顯咧呢次咧個攻擊絕對對整個生產嘅車間嘅結構咧就絕對係破壞嘅。屋頂咧大概啦即係根據專家嘅估算咧，現時咧嗰個嘅窿去到咧成30米。成24米咁大，30乘24咧，老實講大過一架巴士啦。甚至乎30乘24咧，絕對係大過好多架嘅地鐵車廂加埋一齊嘅。所以可以咁講即係幾列車廂咁樣咧，就擠埋打橫咁樣擠埋一齊咁大嘅。你就能夠理解到咧呢個嘅破損咧，都似乎相當之嚴重。會唔會對？即係我哋講一啲嘅呢啲嘅叫
彈道導彈啊、戰略級嘅武器咧嚟緊嘅供應產生一個斷層。咁當然啦，你話完全咧阻止咗呢一種嘅戰略武器生產就唔可能嘅事啊。咁但係似乎咧，我哋講到呢一次嘅打擊咧，都係俄羅斯少見咧嘅打擊嚟嘅。咁當然成個破壞嘅性質同埋嗰個塌陷咧個形態咧都表明啦。咁啊，今次咧嗰個爆炸中心咧喺成個嘅建築物咧大概係內部咧嘅位置。咁即係話咧都係屬於咧應該係成間廠咧最核心咧嘅地點同埋你地方嚟嘅。嗱，講起今次咧呢一間廠啊，沃特金斯克嘅機械製造廠咧，咁啊屬於咧俄羅斯主要嘅飛彈製造中心嚟㗎。咁佢咧生產咧呢個叫 RS-24啊，阿爾斯同埋咧就阿爾斯 S 同埋 M 型嘅洲際彈道飛彈啦。咁啊，同埋咧我哋講過係部署喺955A 型咧嘅北風之神 A 級咧嘅潛艇。嗱，裡面咧有一款咧嘅飛彈咧叫做 Bullet 呢一款咧嘅潛射彈道飛彈。咁啊呢款嘅飛彈咧，咁啊當然咧係針對咧我哋講啊，即係來自美國啦，或者英國、法國等等咧嗰啲國家咧嘅戰略級咧嘅導彈。咁但係除咗呢款嘅飛彈之外咧，其實佢亦都有生產到，例如去打擊平時烏克蘭咧嘅能源設施，例如我哋講到啲短程嘅彈道飛彈啦，伊斯坎德爾 M 型就係最常見嘅一款。嗱，另外一款咧就可能同另外一啲嘅彈道飛彈嘅關係。咁啊，當然咧，亦都會對高超音速嘅飛彈咧，咁啊都有呢個生產，即係包括我哋常講嘅匕首啦，甚至乎雖然冇資料顯示，但係會唔會去製造埋鋯石另外一款嘅高超音速嘅飛彈咧？咁啊，亦都咧有機會㗎。嗱，可以咁講啦，你永遠都係㗎啦，呢種嘅組裝嘅空間咧，咁啊成個即係包括個組裝整合呢啲咁嘅車間咧。其實咧，佢都係一個好緊密咧嘅流程。咁成個咧個建築物裏面咧，任何嘅結構損壞都會對成個流程咧咁啊產生一啲嘅影響。咁啊，始終咧我哋講到呢啲嘅組裝區域咧，每個部分都係好仔細。咁而呢條物流鏈斷咗是但一個環節咧，你都會令到個生產程序咧受阻嘅。今次咧烏克蘭軍方透露嘅消息咧，就真係相當有限啦。咪暫時淨係知道咧，使用嘅武器來自 FP5 火烈鳥嘅呢款巡航飛彈，但係就冇再透露到其他作戰呢嘅細節。咁啊，純粹我哋只能夠從咧例如歐洲嘅衛星 Sentinel-2 啦，或者甚至乎大家最常用 Google 咧咁樣去觀察現場。咁啊，從個火災受損嘅區域啦，或者估算佢嗰個基礎設施嘅受損情況去估計咧今次咧嗰個打擊嘅成效去到邊度。咁所以可以咁講啦，而家嘅開源情報咧已經喺我哋個社群裏面咧散開啦。咁啊對咧打擊前同打擊後作出一個嘅比較。咁通常我哋就估啦，嗰個結構咧你個倒塌去到一個幾嚴重嘅損毀模式啦。你燒起上嚟，你會估計佢燒到幾多嘢啦，咁然之後再估算最終咧對個生產力嘅打擊去到邊一度啦。咁當然呢個工廠咧，咁本身對咧成個戰略嘅核武嗰個運載系統同埋嗰個發射系統咧兩樣嘢咧都係非常之重要。咁所以去將咧佢能夠發射嘅導彈即係嗰個生產打擊咧。唔係淨係對俄羅斯烏克蘭呢個戰場呢一個 dimension 咧係有效㗎，即係我哋講到咧，其實就係咧呢一種嘅打擊咧係對整個俄羅斯咧喺成個世界戰略上面咧都會產生一啲嘅影響，即係包括我哋講到咧去對例如話美國英國法國等等咧，咁如果你暫時欠缺咗一啲嘅飛彈嘅設計，咁對一啲嚟緊要更換老舊嘅系統嘅時間咧。咁會出問題㗎，咁甚至乎阿爾斯飛彈咧，咁亦都有呢個替換更新咧嘅 schedule，咁你跟唔到咧，咁當然係會對咧整個嘅戰略核武嘅戰力會受損，咁呢樣嘢對俄羅斯嘅影響尤其係大嘅。
嗱，我哋唔係話咧戰略核武嘅更換咧係淨係影響到俄羅斯，而係對俄羅斯嘅影響就比較大。個原因係我哋講剩餘嘅其他國家，即係包括啦中國、英國、法國同美國都好啦，其實佢哋咧都係致力發展佢哋嘅常規武器。咁所以如果佢哋出嚟決戰咧，都係會以常規武器咧咁啊作為佢哋嗰個國力同軍力嘅展現。咁但係俄羅斯咧限於第一，佢嘅經濟規模唔足以啦嚇，即係咧去令佢哋嘅科研部隊不停咁投入更多咧嘅生產咧喺啲新武器上面啦。佢哋嘅電子科技啦、晶片技術好多樣嘢咧，亦都受限。咁所以咧，某程度上佢哋嘅常規作戰武器咧，咁啊一定係處於下風。最直觀，大家只要去睇俄羅斯咧，仍然係食緊老本啦。喺一啲新型嘅發展項目，例如我哋講到五代機上面咧，唔可以話佢冇，但係只能夠講佢而家事實上已經開始受限於佢哋嘅科技嘅限制。咁只要你睇佢哋嘅五代機啦，個情況咧，其實已經係相當之不妙啦。即係包括我哋講到佢哋蘇57啦，咁啱啱先至能夠做到佢哋嘅出口。咁啊，甚至乎佢哋自己嘅部隊都唔係話幾大量咧去裝備佢哋嘅五代機，咁啊仍然以嚟話蘇35咧呢種嘅替代更新嘅情況，即係用蘇35去取代蘇57，唔係純價錢嘅問題啦。咁相信都係同個性能上咧，未必係能夠咧跨越到蘇35太多咧。咁啊，純粹一個更優化咗嘅蘇35咧嘅蘇57咧。就連軍方自己都唔買帳，所以呢件事咧睇得到嘅。俄羅斯呢個常規武器嘅受挫咧，如果佢仍然要維持佢大國嘅地位，佢就要令個核武咧就再更常規化嘅呢件事。咁所以如果佢哋嘅核武一旦受損咧，係真係會令到佢哋嘅國威啦、戰力同埋威懾力咧都係大大下降嘅。咁對呢件事咧，咁可能係對俄羅斯人唔好啦。咁但係對世界嚟講咧，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消息啦。咁我哋咧就即管咧就再觀察啦，即係咧究竟即係今次嘅工廠即係打到埋去戰略武器嘅地方啦。咁啊，烏克蘭嚟緊仲可以針對住啲乜嘢更攞命嘅地方咧，咁啊進行打。